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7月25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8篇，艺术帖记第3章第7节到15节，使徒行传第2章22节到36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被高举。咱咧讲步步高升啦，是足侪人的心愿吼。无论伫是公家的单位啦，或者是伫私人的公司，步步高升代表着家己的成就，也代表着家己的收入可能会当增加。但是无论倒一种职务高升，拢是一种被动的形态。当然，咱可能会讲伫现实面来讲，人会当即个为着家己去争取高升的机会，但是咱毋通袂记一咯，有缘是爱被人任命，或者是讲被人选举，才会当得到迄个高升的机会啊！吼，问题是高升是要为着什么？或者是讲应该安怎来表现啦？吼，去表现。通常被高升应该是为着所任职的单位即个来努力啦互即个单位会当因为你来个得到即个共同的利益。但是嘛有相反的啦像咱讲的最近即个教育界发生的即种即个歹代安尼即个台湾时代的学生运动员被逼去抽血受人研究的代志，过来7月26要进行的大罢免嘛是因为人民对伫遮的某一寡立委的表现无满意，因高升了，发现遮的人并是为着台湾国家整体的利益咧做代志，所以就发动这大罢免的签署，安尼代志嘛记载伫艺术帖记第3章第7节到15节啦吼。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哈曼，伊不如约瑟为着全埃及的生活来设想，却只有想着家己。咱今仔日的经文安尼记载，亚哈随鲁王第12年正月，就是年3月，哈曼命令人抽普珥，就是抽签，来决定要杀害犹太人的日期。抽到12月，就是8月。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讲：伫你统治的王国有一个民族分散伫各省人民的中间徛起，因的律例甲伊其他的民族无同款。嘛无遵守王的法令，所以若用瘟疫对王无利益。王若看做妥当，请下令甲因消灭。我愿意捐银34万公斤，交予负责财政的人收入伫王的府库。王就对伊的手指放伊手指互犹太人的对敌阿甲族哈米代他的囝哈曼，王甲哈曼讲：遮的银拢赐予你，迄个民族嘛交予你，照你的意思办因。正月13日，王的书记奉命，照哈曼的指示，用各省的文字、各民族的语言、行文，予王的人臣、各省的省长甲各族的领袖。这个诏书用亚哈随鲁王的名义，给王的手指印来颁布。送文书会将诏书送到伫全国各省，命令将犹太人对少年甲老婴仔、妇人人，伫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一日内甲因杀死，完全剿灭。佮抢因的财产，诏书的草本送予各省，
对全国人民宣布，互因来准备。听候迄日，送文书的教王的命令就出发。调书伫苏山城公布，全城拢起混乱。迄时王甲合万坐地啉酒。咱对经文清楚地看到，讲苏山城进入伫混乱的状态时阵，合万甲王咧啉酒咧欢喜啦吼。耶稣基督被差遣降世，诚做世间人的救赎。上帝高升伊，是因为伊会谦卑甲顺服。彼得伫圣神充满了后，对众人所讲的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2章22节到36节。以色列人恁着听这的话，照恁所知，上帝通过拿撒勒人耶稣伫恁中间行权能、奇事甲神迹，来对恁证明伊是上帝所指派的。上帝照伊有定的旨意甲计划，将耶稣交互恁，恁无用律法的人的手，将伊钉伫十字架顶，甲伊杀害。上帝甲伊解除死的痛苦，互伊搁活，因为死无法度甲伊控制。大笔捌指伊讲：我看见主不时伫我的面前，伊伫我的正边，互我袂动摇。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志快乐，我即个会休烂的肉体会靠望来活。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府，嘛袂互你的圣者休烂。你已经指示我活命的道路，我伫你的面前充满欢喜。各位兄弟，关系先祖大笔的事，我好胆甲恁讲，伊已经死，搁埋葬啦。伊的梦今仔日还伫咱遮。伊是先知，知上帝有对伊严肃应允，要对伊的子孙任命一个做王来坐伊的宝座。大笔先看出这个代志，关系基督，搁我有讲，伊无受放杀伫阴府，伊的肉体嘛无休烂。这位耶稣，上帝已经互伊搁活，阮拢是这项事的见证人。伊已经受高升到伫上帝的正边，佮对父亲所受应允的圣神。伊现在将这位圣神拼落来，互咱，就是恁现在所看见佮听见的。大笔捌上天，毋过伊讲：主对我的主讲，你坐伫我的正边。听候我互你的对敌屈服伫你的骹下，所以以色列全家拢确实地知，你甲伊钉十字架，这位耶稣，上帝已经任命伊做主，做基督啊！耶稣因为受钉伫十字架顶，就被上帝高升，伊正做着上帝所设立的基督。也诚做世间人的主。诗篇138篇，我要专心感谢你，伫正神明的面前唱歌称赞你。我要向你的圣殿跪拜，要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实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互你的名甲你的话超越一切。我求的是你有因我。你有鼓励我，互我得到快乐。上主啊，世上的君王拢会感谢你，因为因有听见你所讲的话。因会唱歌称赞上主的作为，因为上主有大荣光。上主虽然尊贵，犹顾看顾卑贱的人。我
伊对远远就认出骄傲的人，我虽然互患难围困，你会保守我的性命，我会对敌受气，你会伸手对付，用正手解救我。上主会实现对我的应允。上主啊，你的慈爱永远存续，你亲手所做的，求你毋通放杀。感谢上帝圣事愿救恩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牺牲，互阮会通得救。感谢主，互阮也领受呼召，伫高声求来服侍上帝，互人得到利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